治伤寒中风，脉浮，发热往来汗出，恶风头向强，鼻鸣干呕。桂枝汤煮之，随并加减如左。以泉水1斗，煮取4升，分服2升，日3。自汗者去桂枝，加附子1枚，渴者去桂。加阔蒌根3两，利者去芍药桂，加干姜3类，附子1枚泡。心下悸者去芍药，加茯苓4两，须醪里及正阳且煮之，煎得2升，内焦1半斤，味再服。若脉浮仅发热者，不可与之。6误解鸡汤，治伤寒发热身体疼痛方。葛根4两，茯苓3两，麻黄、牡蛎、生姜各2两，甘草1两。又6味举，水8升，煮取3升，分3服，再服后的汗通即止。古今验露无生姜甘草解鸡汤，治伤寒温病方。葛根4两，麻黄1两，黄芩、芍药、甘草各2两，大枣12枚。又6味举，水1斗，煮取3升，饮1升，日3服，3、4日不解脉浮者，宜重服发汗，脉省时者，宜以使齿丸下之。延年秘录有桂心1两，治伤寒时气温疫头痛壮热脉盛使得1、2日者方。丹砂1两，没之以水，煮取1升，炖服之，复取汗。治疫气伤寒3日以前不解者方好齿1升绵里，切1升小男儿尿3升。又3味，先熬齿金香的，则投小便煮取2升，分再服，徐服之，复令汗神验。解鸡生麻汤治时气3、4日不解方。